国在反恐反极端名义下打压维吾尔人已引起国际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近日访问和田地区于田、民丰和乐色县。他在考察法治各单位时表示，要始终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意志，高度重视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他没有谈及经济发展和贫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致函美国进口公司，宣布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将于今年6月21日生效，要求在东突厥散生产的产品不得强迫劳动。根据通知，企业将被要求立即主动审查供应链。印度当局周六表示，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以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的名义非法向外国实体汇款，此举涉嫌违反了印度的外汇法。印度因此从小米的当地银行账户扣押了7.25亿美元。由于2020年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印度已经禁止了100多个属于中国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的办公室称，他周六在吉普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土耳其没有透露卡林和泽连斯基会面的详情，但土耳其一直试图调解乌克兰危机。卡林还在土耳其驻吉普大使馆举行的开斋饭会见了土耳其公民和克雷米亚坦塔土耳其人。共同社报道，日本外长林芳正周五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分别与该国总统托卡耶夫、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济举行了会谈。会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诺尔苏丹举行。报道还称，在中国加大对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东京政府旨在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经济。土耳其外长恰乌什欧卢强调，以最为强烈的方式反对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并表示，我们继续站在兄弟友好的委内瑞拉的身边。恰乌什欧卢参加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出席的两国间协议签字仪式。恰乌什欧卢在首都加拉加斯米拉费罗雷斯宫举行的土耳其委内瑞拉联合合作委员会第3次会议闭幕会。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乌基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仪式上强调，塞尔维亚将提高其防空能力。仪式上还介绍了从中国采购的防空导弹系统。HQ-22 导弹具有与美国爱国者导弹和俄罗斯制造的 S-300的相同的能力，使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购买中国导弹系统的欧洲国家。尽管作为俄罗斯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的塞尔维亚政府已经申请加入欧盟，但他继续从俄罗斯和中国购买了武器。